莫非又想到旁人读诗去吗？真是想出门去哟，怎奈一再求恳弟弟，他总是不允。是啊，我听员外说道，可惜小姐是个女子，你若是个男的，我就帮你去了。我啥是个男的？女婿，我意料之意了。我是大惊小怪，小姐要想出门读书，真奈员外一再不用，因此小姐郁郁中人，得了一病。这可是何时好？让我去看来。员外，小姐刚才着，你不要去惊醒了她。员外，你彼此之间不是请过卜卦先生来，就一个你呢？倒也是的。卜卦先生，小姐，员外请你进去。女婿，你我要小心一点。员外，卜卦先生来了。员外在上，卜卦人施礼，请坐。谢员外。请问员外有何疑难？郑小女向皇人读书，是我不用，为此犹豫陈辩。彼知吉凶时候，得请先生一步。是此待我不来。员外，造化看来应该让灵儿出门读书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是啊，正他流年一马心照明，身居贵王，空有灾难。员外，还是让小姐出门的好。大皇城更是大吉大利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哎呀，再这么死的，再这么死的。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你是女儿应得。应得，你经过戏弄的母亲。弟弟，女儿叫方门子一无破绽，如今你总该答应我去了。真是无闹，
为国前进，出门就养，跑得路年，有失体统。要读书，为不可请先生来府教导。弟弟，这样人有名师，中原名师，正乃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为父是我放心得下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员外，如果不放小姐出门，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，如何是好？这个，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因为你一定要去，为父一理就是。弟弟，但有一件，你此去乔装男子，切不可露出破绽。3日夜门，无需说归。唐家有要事，一件家事即说归来。女儿遵命。片刻。小姑，进来有人。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，说不定也是到死去的。臣兄请了，小弟有礼，这厢万里，请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姓作明英台，上与作家称人士。哦，仁兄是规矩两三辈啊。仁兄本是去杭城读书，正是。小弟也去杭城访师。
此举哟。好极好极。你们到哪里去的呀？当然去的是。我们也当着去的是啊。那巧极了，小姐。小姐好端端在家里，你抵他这人。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的事，那就好了。怎么灵妹也想出门的事？沈兄有所不知，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神清美，吃饭就要上人，姐妹一心相同嘞。我想男儿过须尽是头，女儿倒是也应该。再怪我弟弟太过这种，又留下小姐妹。了在高人，了在高人。神兄来临，谁见？自动大爱推我心，男女都是无母生，女儿倒是名里也该应。我在大天下男子一般呀，难得他一位女子抱不平。想这个两本一语四千少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名。左仁兄，小的有言，只是难以启齿。沈兄有见教，下山北无兄友，无弟，亦无妹，亦无弟，欲约千里来家为，得与神兄心欢喜，亦约与你两结拜，为子神兄可愿意。不曾沈兄不见气，近来记你为兄弟，从此都是有两旁，小弟哪有不愿意？话虽是此，只是离途未得相走。不妨出土为香。请问左仁兄今年？小弟106岁，我今年已17岁了。有道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请上就我一杯。就我一杯。两路
贤弟啊，你这耳朵为何应？两兄，你这文章不专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停？杀在我的耳快，想起当年的小时分，朱家村年年有庙会，村人叫我办观音。哦，只有你在下菜泥，我在呀。啊，爷的不必怒气生。梁相公，先生唤你。哦，爷的早的义兄去就来。小姐，员外又有信来了。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？什么应的？别事么？应的，到此何事？弟是想背背先生师母即刻归去，无故就要归去。只因老母有病来信催归，明日一早就要登城。哦，既然是此，理该回去。师母，你还有意想告？还有没有什么？师母啊，师母啊！老师教诲恩是海，有问师母好看待，不用客气。
兄两三辈，唐代师母来肉身，大恩大德那方位。应代故事多情语，三代玉带也玉带，子母愿意做大妹，两三代配做应代师母。三杯红茶心思美，三杯难当做一杯，相依相伴送下山，雨下也能到达泪。拆了城，过了关，只见那山上条幅江上看，起早落夜不辛苦，当他渡在也艰难。他为何人把他当你为那个宋家山？他为妻子把他当，我为你夜里送下山。过了一山又一山，前面到了凤凰山。凤凰山上花花开，去烧山呀红牡丹。我家有枝好牡丹，两兄要摘也不难。李家牡丹虽然好，路远迢迢摘不来。青青杨柳青水塘，鸳鸯成对玉成双。两兄啊，应配啥是红长女？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你应该不是女武长。
红叶两分开，弟子两兄可曾期望配？早知愚兄未婚配，今日相问为何来？昨日两兄亲为定，小弟替你做大媒，夜里替我来做媒，未知千金哪一位？就是我家小菊妹，不知两兄可惜哎。菊妹今年有7岁，与我同年啊，还是双胞胎，菊妹与你可相像？她品貌就像祝英台，未知曾八开不开，家务做我心英台。多谢爷的来约谈。两兄花轿早来，我呀你乞巧之事。哦，蹊跷，我家来，难分开，心中想千句话。来往
师母，三伯，看你心神不宁，为了何事？师母，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须该归去。我有一事，正要告诉于你。师母，请讲。还是女精彩，夜里为家个当寡为，四多年为男为女好机会，他令姻缘甚相错。该是个女的，是此嘞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该。应该即刻禀明先生，下山放营台去吧。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。
英台，你这个妹啊，做得对。许多气派有在人，快快细细唱起来。作家早相会，恨不得插翅飞到他帐内。梁相公快要来了，你怎知道昨夜烛花去了上人，常言道烛花上人，喜日嘞？昔日，弟弟，以为你的昔日来了。为吾家女儿亲自陪，弟弟将女儿做孙阿陪，铁丝良缘催心慰。弟弟将女儿是一岁，他就是有才有势。他是子马为谁？弟弟，女儿不配，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。女儿不嫁，为何不嫁？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。为吾忧伤杀得你离开西夏，怎奈女大当家，为吾妻内误了儿的青翠。弟弟，女儿不虐。哦，你在杭州读书时节，莫非宁熙，你们小弟读书3载，做了些什么？讲。人生淡水无妨，小姐在杭城读书3载，与那归期2、3百相公2、3百，一及近来形影不离。哦18里送别长亭，小姐话。小姐话，亲